被譽為啟德人氣居屋王嘅啟欣苑最近陸續入伙，點知業主收樓後頭都大埋。有業主將廁所同浴室嘅牆身打爛，諗住重新裝修，最後發現牆身露出鋼筋，懷疑係主力牆。而業主被管業處下令將牆身還原。我哋收到該屋苑唔少業主嘅同類報料。觀眾梁先生以250萬購入啟欣苑一個面積280尺嘅單位，今個星期一去收樓，呢個組件同樣被告知唔拆得。咁我哋喺收樓嗰日咧都要簽一份聲明文件嘅，咁就承諾就我哋業主咧就得悉呢一個嘅單位廚房同埋浴室牆係用預製組件啦，所以就唔可以作出任何嘅修改或者跟動咁樣咯。嗰份文件我係冇簽到嘅，我就因為其實而家存在有好多變數咁樣啦，咁所以嗰份文件就係有啲似好似一啲不平等條約咁樣咯，咁就因為佢一直佢都冇講過係唔俾拆噶嘛，咁到收樓嗰日佢先至咁樣講，咁就有啲好似焗住你一定要去做去肉隨砧板上咁樣咯。由買樓到而家咧，房署係都冇講過話呢啲間隔咧係唔可以拆啊，係會用預製組件咁樣去組裝嘅。咁如果佢一早會喺售樓說明書咁樣去列明嘅話咧，咁我當初咧我就未必會揀呢個屋苑咁樣咯。浴室同廁所嘅預製組件唔拆得，佢分別向管業處同房屋處查詢，但冇人俾佢一個明確回覆。90%嘅人買居屋，你都會自己去改動入邊啲間隔噶嘛，基本上由一買呢個單位嘅時候咧，咁就已經慢慢開始做準備啊，去物色唔同嘅floor plan 啊、家私啊，去諗點樣去裝修啲家庭電器嘅擺位咁樣啦。咁基本上其實已經 confirm 咗9成10成咁樣噶啦。咁但係去到收樓嗰日咧，先至知道有呢啲咁嘅限制咧，就變咗之前嘅預算咧就冇晒，咁就所有嘢就要好似推倒重來咁樣咯。心情就梗係十分差啦。咁首先即係大家期待咗咁耐自己嘅屋企，咁而家唔係話公屋改辦間隔啊嘛，咁而家居屋都叫做係自己置業啊，即係大家業主都係用真金白銀咁樣去買嘅。撻訂我暫時我就唔會考慮住嘅，因為首先我要房署俾翻一個負責任嘅交代啦，呢個始終都係佢哋嘅過失，冇將呢啲相關嘅嘢擺喺售樓說明書入邊。咁我冇理由用我自己嘅損失去彌補房署嘅過失噶嘛，呢個係冇可能噶嘛。究竟點解用預製組件組成嘅牆身唔拆得？佢哋又屬唔屬於主力牆？呢個嘅設計咧就係佢有一個嘅廚房位啦，甚至乎就話或者佢係浴室位咧，都係一個所謂嘅半組裝合成嘅一個合製模式。咁其實裏邊咧有部分係連結埋其他嘅結構咧，形成一個主力嘅承重牆嘅，亦都有部分咧就係一啲間隔嘅形式，但係咧亦都有個防火功能嘅，唔係話唔改動得喺技術上，但係改動我就可能都要做好多或者係一個深入啲嘅我哋叫做鞏固啊，或者係一啲嘅結構嘅重新連接嘅工作，咁所以可能喺呢個角度咧就唔建議佢去改動啦。就住事件，我哋去信房屋處查詢，佢哋指正搜集資料，會盡快回覆我哋。都一定會繼續同房署啊、管理處嗰啲去施加壓力，就追佢哋去俾一個回覆嘅，因為始終都影響到我啦，或者大家遇到有相同難題嘅業主，而家我就諗住可能都係盡快要佢哋俾一個答覆，咁我先至可以定到幾時開工、點樣開工咯。